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又到咗咧在家睇樓團咧，為大家咧介紹樓盤嘅時候啦。咁今日咧我哋就要嚟到咧市中心呢一邊啦。咁啊，大家咧如果熟悉大埔嘅朋友咧都知道啦，大埔咧除咗咧火車站係中心點之外咧，仲有一個咧真正嘅中心點，就係咧市中心巴士總站附近啦。咁呢邊咧就有大埔嘅超級城啦，同埋咧附近咧有好多唔同嘅商場咧已經天橋駁天橋啦。咁所有咧衣食住行啊，或者咧吃喝玩樂嘅配套咧，其實反而咧喺中心點呢一邊咧，先係最多選擇同埋最完善。而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咧，就係我身後面啦，呢個昌運中心呢個兩房啦，本身係兩房啦，大家打通咗一個大房嘅一個上車盤單位。咁昌運中心啦，本身咧自己就有4座啦，咁啊前幾年咧就已經完成咗咧大廈嘅維修，咁啊大堂啊外貌嗰啲咧都非常之光鮮亮麗，咁啊加上咧而家呢度咧就做緊咧換 lift 嘅工程，咁啊所有嘢咧硬件咧其實咧都慢慢一樣一樣嘢提升緊，咁啊其實咧都見咧佢個工程咧差唔多進行到尾聲㗎啦，咁好快咧就會有新面貌咧同大家見面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咁即刻咧就同大家咧喺昌運中心咧附近行個圈先，咁大家了解多咗之後咧，就即刻上返嚟呢個單位度睇啊！咁佢附近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屋苑啦，咁啊非常之熱鬧，咁啊係真係大埔嘅正中心點，好多人呢其實都會一定會經過呢一度，人來人往嘅。咁啊，昌運中心嘅外貌呢就係咁樣，咁啊你見呢之前維修過之後呢，其實已經洗乾淨咗啦，外牆就白雪雪，好靚仔嘅。咁樓下呢就有好多唔同嘅民生店鋪。咁啊，餐廳啊、食肆啊、銀行啊、藥房附近咧都已經有齊晒。咁啊，行幾分鐘嘅生活圈咧，就已經有街市啊、商場啊嗰啲。咁咧，昌運中心嘅商場咧，自己就已經天橋駁天橋咧，就同附近幾個商場連成一線㗎啦。咁啊，打風落雨咧都唔使擔心。咁啊，而家我哋睇到咧就係巴士總站啦。咁啊，行幾步路咧就已經去到。咁啊，港九新界咧都有車可以直達得到。咁啊，大堂環境咧就係咁樣嘅，咁啊暫時咧本身就係3部 lift 可以每一層都到啦，咁而家咧做緊換 lift 工程，所以暫時只有2部可以用得。咁啊上返個單位睇先，咁呢個單位咧實用咧就係342尺，咁本身昌運咧就只有咧2種間隔嘅啫，咁啊339尺咧方廳啦，同埋而家我哋睇嘅間隔342尺。咁啊呢個間隔咧就係女字廳間隔啦，咁啊客飯廳分明。好似而家呢度睇嘅地方咧，就可以擺電視、梳化，咁啊客廳嘅部分啦。因為咧業主咧就將間房咧就嗰個位置就偷入咗少少，咁所以咧就做到個電視櫃位，咁所以咧睇電視嘅空間咧距離感咧就啱啱好啦而家。咁另外一邊廳啦就可以做飯廳啦，咁啊業主都好識利用空間嘅，入門口嘅大門口嘅隔離咧就做咗個高身嘅大櫃。咁之後咧就擺咗張餐台仔，咁啊兩邊廳非常之分明。咁呢邊咧就睇電視，食飯咧就去返呢一邊。咁啊，如果譬如鍾意開放式廚房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咧，其實可以利用埋飯廳咧，就做一組嘅，即係廚房開放式，可能做吧台啊，或者咧擺埋餐台。咁其實咧就一 set 個，咁都有好多唔同朋友鍾意咁設計。咁啊睇你自己嘅喜好啦。咁廚房呢個咧就原裝嘅大細就冇改動啦。咁啊 U 型嘅留嗰啲台啊，咁啊留咗個雪櫃位喺入邊。咁啊有窗、抽油煙機啊、爐頭啊、櫥櫃呢啲咧，其實都係基本嘅配備都有齊晒。咁可能咧廚房嗰個比例問題會細少少，咁啊但咧其實都夠用嘅。咁啊廁所啦做咗企缸。咁啊有窗啦，咁啊已經係鏡櫃啊，嗰啲咧全部都已經擺好晒位啦。咁成間屋嘅裝修咧都係新淨企理啦。咁啊雖然租過俾人，咁但係呢個租客咧都住得好企理，咁啊都保養得好好。咁啊如果要求唔高咧，其實都可以即刻住得，或者咧簡單油下油咧，其實都係必須嘅。咁啊，廁所呢啲磚咧就已經全部都唔係原裝嘢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做咗趟門設計啦。咁你見到呢度咧，所以變咗你覺得個廁所可以用嘅空間係大咗，因為趟門咧就可以真係將廁所所有地方就用盡晒㗎啦。
咁啊睇埋房啦，房咧本身咧就係2個房嘅眼鏡房咁嘅設計，咁啊業主就將佢打通咗一個大嘅房啦，咁變咗整體空間咧就有4隻窗啦，因為每間房本身係2隻窗，咁啊變咗就好光猛。咁呢邊咧就可以做床啦，咁啊擺到雙人床加衣櫃，咁啊全部咧都做到上頂嘅，咁啊其實2小口之住咧就絕對夠用㗎啦。咁啊呢度1隻窗啦，2隻窗啦，咁啊床，咁另外呢度第3隻窗啦，之後就第4隻窗。咁呢邊咧就可以做書枱啦，或者衣帽間，咁你擺多幾個衣櫃都冇問題嘅。咁樓層高啦，望出去咧其實就非常之開揚，望到後面嘅山線啦，同埋咧太和區嘅樓，咁啊球場景啊嗰啲都望唔到，咁啊望到河景。咁望出去就即係前排冇遮擋，仲可以望到日落美景。zoom埋去睇咧，連大埔區啲樓都睇到㗎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光線會入得到屋啦。咁如果咧大家都鍾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 啦，咁咧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入睇呢個單位，話知道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晒大家。